台语听无，逐工报新词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台语听有无？休困时啊，真侪囡仔和大人拢真爱去游乐园佚佗啊。总是啊，游乐园内面有啥物款的游乐设施咧？这个设施台语佮安怎讲？今仔日咱的台语听有无啊？特别来和观众朋友做伙来分享。游乐园内面的设施啊，有两大类，一类啊是要互感觉足刺激的，另外一种啊是互人轻松看风景的啊。那讲到互人感觉刺激的，上有名的就是飞天车咯。飞天车啊，就是华语讲的云霄飞车啦。考虑到啊，那直接摕华语来用，念做云霄飞车，伤长阁无好念，所以咱一般拢会讲是飞天车。出迄字飞字啊，来形容这个设施啊，速度真紧，坐伫面顶啊，敢若用要飞起来共款啊。当然，也有人叫伊过山车，总是啊。迄也毋是驶伫崩坑内面啊，所以叫伊过山啊，虽讲是无问题啊，总是啊，敢若无真活迄个设施的意义。啊，那飞天车对咱这爱刺激的人来讲啊，是去游乐园上大理由啦。伊是照设计好的轨道咧行啊，等大家拢坐定，安全带拢下好腰，飞天车就开始起步咯，车。慢慢啊驶去哩轨道，第一个行的上顶面，这个可以运用地球的动力冲落来，因为动力加速度的关系啊，车会愈冲愈紧，到上低的所在啊，这个悬啊，这个冲落来，安尼悬低一直循环啊，一直到最后结束，车完全停入来。啊，那是啊，要互飞天车更加刺激咧。设计师啊，伊会设计对更加悬、更加低的所在冲落来，安尼冲的距离啊，更加远，悬低啊，差更加大，对啊，更加紧、更加刺激啊。但这个悬低差是专有名词啦，是咧讲上悬的所在和上低的所在到底前差有偌悬啊？啊嘛，有的飞天车啊，会设计伫过程中啊，倒头射几个圆曲啊，互人有一段时间是脚啊伫顶面，头壳伫下面啊，倒头栽的情形啊。因为车的速度真紧，所以人啊未真正落落来啦。但是伫过程啊，咱会感觉真刺激，真好耍。其他会互咱感觉真刺激的游乐设施啊，佮有外表一般做成一只船的形，互人啊，嗨起哩，佮嗨落来，愈嗨愈悬，愈嗨愈紧，愈刺激的海贼船啊，佮有一直射圆箍啊，愈射愈紧，愈射愈悬的辐射翼啊，佮有会互你向落落来，感受迄个巨大的自由落体啊，这拢是游乐园内底啊，真受欢迎的游乐设施哦。啊，另外一种互人轻松看风景的啊，上出名的游乐设施就是摩天轮啊。这个摩天轮啊，是真受欢迎的游乐设施啊。伊会慢慢啊，对上下面啊，射去你面顶啊，坐伫摩天轮内面的人啊，凉。轻松啊，开讲哪只物件？迄车厢外面的风景啊，为低的所在看到悬的所在啦，对近的所在看到远的所在，啊，这个转来近的所在，啊，实在真享受啊！莫怪啊，之前有人建议讲啊，咱台湾啊，爱来起一寡互爱人啊专门用的爱情摩天轮啊。另外一种轻松，大家拢会当坐游乐设施是圆箍马啊啦。耍圆箍马的人啊，坐伫一只马仔形的座椅顶面啊。啊，迄马仔形的座椅啊，用一支细支的条啊，连接下面的涂骹和面顶的天棚啊。
啊，这游乐设施啊，也生意酷啊哦，啊，迄支条啊会关关价价啊，所以马啊，嘛会关关价价对咧行啦。哦，所以啊，对迄音乐啊，慢慢啊说，慢慢啊转啊，爱人啊，若坐伫面顶啊，啊，有够罗曼蒂克的啦。啊，囡仔若坐咧，嘛感觉啊真好耍啊。游乐园的设施真好耍啊！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若有闲的时啊，买当去游乐园感受一下这个刺激、轻松、无共滋味的游乐设施哦。今仔日咱的台语听无就讲到这，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个时间交等好主播。